壞賬喪鐘敲響已久嘅恒生喺 CEO 施永恩啱啱調咗去匯豐之後，即刻爆出匯豐建議私有化恒生，涉資過千億，每股對價155蚊，較上日119蚊，日價足足有30%。匯豐指私有化之後將會尊重恒生嘅品牌，保持獨立營運，但係計劃撤銷佢嘅上市地位。消息一出，恒生嘅股價早段升大約6%，最高見168蚊，之後徘徊喺150蚊嘅水平。匯豐就要跌接近7%，企喺103蚊左右。坊間普遍認為匯豐嘅作價合理，點解呢？銀行業普遍唔會參考 PE， 反而係睇 P/book， 即係市賬率。以每股賬面淨值83.9嚟計，目前恒生嘅 P/book 大約係1.8倍。對比早前招商銀行收購永隆銀行、越秀集團私有化創興銀行等等嘅先例，交易銀行有超過2倍 P/book， 所以匯豐今次嘅出價其實都未算高。倘若交易完成，匯豐需要俾大約1061億，令到恒生估值升至到2903億。私有化資金將會由匯豐自己找，不過就要犧牲下股東啦。匯豐講到明停止回購3個季度，粗略估計可以慳翻60至90億美金嘅資金，折合都有468至到702億嘅港紙。咁儘管作價合理，但係坊間都唔理解佢背後嘅戰略意圖。即使恒生派息一向高，有助集團提升現金流同盈利，但係喺恒生具風險貸款已經達到660億元嘅背景之下，自然就會有人猜疑成件事其實係阿媽救仔或者係鎖起盤數。財經專欄作家李星陽 Ivan 就有另外一個睇法，佢話恒生被私有化同壞賬多其實唔一定存在必然嘅關係。即係匯豐咁大間銀行，你就算話私有化好唔私有化好，你恒生嗰啲咁嘅壞賬其實都一定消化到嘅。只不過個問題係，就係我諗你都知啦，或者其他人都有講啦，你恒生呢個已經係一個歷史問題嚟㗎啦。其實即係一路個架構都係重疊嘅，咁順手見到股價低咪私有化佢咯。咁如果佢要解決啲壞賬，咁其實私唔私有化係冇乜分別㗎，唔會私有化啲嘢冇咗嘅。所以我覺得係唔關事，即係嗰啲係一啲錯誤嘅理解，係啦。其實佢係咪冇必要再披露佢任何數字出嚟咧？佢啲壞賬都唔需要再披露。其實唔係㗎，以我所知啊，嗱，你呢個問題就問得好。恒生銀行係繼續喺度的話，咁你所有銀行上市唔上市，其實都要公布壞賬嘅。永亨或者創興嗰啲，其實都會有年報嘅，唔係話唔上市就唔使公布業績㗎嘛。其實私有化咗恒生之後，算唔算係俾個機會俾恒生自己，可能又再裁員啊，定點樣？梗係會炒人啦，唔使講啦呢個。即其實本身係已經好多嘢係重疊咗㗎啦，咁呢啲嘢正常就一次過做埋啦。我覺得係會嘅。為什麼要有一間恒生喺度同匯豐爭生意？其實係冇必要嘅。你覺得咩價可以買翻匯豐咧？100蚊？哇，好深喎呢啲問題，呢啲問題我就唔識答。但係你問我，其實現價都係 OK 嘅，即係唔係話黐線地貴咯。咁我都一路個月買緊，咁其實就我咁會簡單啲嘅，係咯，我唔會特別睇要回到幾多先買嗰啲嘅，係咯。中意呢條片嘅記得 comment、like、share，我哋會繼續拆解多啲財金秘密。下條片見啦，拜拜。